安平导弹导长王鸿儒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庙埕前，顶倒推正升安平导弹第3代总命令。顶倒推仪式庆祝清零到场见证，市长黄伟哲甲立委林俊宪等贵宾，成为仪式剪彩甲祝福。共同的见证，王鸿儒2022登梯跃入顶天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盛大的一个仪式。咱祈求咱天上圣母祈求三军得手，祈求各位神尊会当保庇咱仪式会当圆满，伫大家共同用心共同的见证之下，会当保庇互大家拢平安顺利。台南是道教文化传承的重点，顶倒推也是道教神职人员造星独节传统仪式。这个仪式嘛真罕见，距离顶届举办已经相隔了40天。南地道教顶倒推科仪也吸引了上千民众到场见证。今仔日是阮安平一个大代志，就是40天来，搁再出一个升入道长这王鸿儒算阮安平伫这个推动这个道教付出上界多一个因王家咱伫遮看伊这个道推爬了真圆满若是带动着阮道教的兴隆，希望大家会当把这个道教的传统文化这个悠久这个历史继续甲传统落，大家受到佛教的教导，大家拢会当真善传善的那一方面去做。安平导弹热团霸当，目前传承到第3代王鸿儒，已经过行道历练20多天。这次来造星导节，历经一位顶推道长王德和，也就是王鸿儒的父亲，和这次顶倒推大典，也成为道长世家传承的见证。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